據聖經創世記記載，人類經歷過一場滅世大災難。挪亞時代，地上充滿罪惡，唯有挪亞係上帝面前嘅義人。上帝指示佢建造方舟，讓一家八口同埋各樣動物逃避洪水災劫，得到保護同埋拯救。據記載，洪水退去之後，方舟停泊喺亞拉納山上。2010年4月份，有華人探索隊喺亞拉納山4000米雪嶺發現巨型古木結構，更係方舟探索史上首次拍攝到嘅影像記錄。土耳其政府官員同專家相信，呢個發現係記載中嘅挪亞方舟，引嚟國際傳媒轟動。消息發佈之後，全球湧現一片方舟熱潮。挪亞方舟嘅事蹟同今日嘅我哋有乜嘢關係呢？方舟嘅再現喺呢個天災人禍不斷嘅時代，又帶俾人乜嘢嘅啟示呢？方舟英文譯做 Ark， 起源於拉丁文 Arka， 而希伯來原文係 Tefah。Tefah 一詞喺舊約聖經出現過2次。喺摩西仲係嬰孩嘅時候，母親將佢放喺蒲草箱裏面，而嗰個蒲草箱嘅原文就係 Tefah， 意思係箱子。雖然方舟同蒲草箱嘅體積相差好遠，但佢哋都可以漂浮喺水面，能夠保存性命，所以 Tefah 一詞亦都包含救生箱嘅意思。結構上，方舟因為冇舵，所以佢唔係一隻船，而係一個逃生工具。根據聖經記載，方舟長300肘，闊50肘，高30肘。以今日嘅量度單位嚟計算嘅話，約長135米，闊22.5米，高13.5米。若果扣除船板同其他唔能夠使用嘅面積，方舟每層平均32000平方尺，而總面積大約係96000平方尺。方舟共分上、中、下3層，而上層嘅透光處高1肘，即係現今嘅44厘米。而方舟嘅門開喺旁邊，可以方便動物進入。排水量總共有43000噸嘅方舟用哥菲木造成。有人推測，哥菲木質地類似橡樹，堅實耐用，唔容易折斷。而方舟裏裏外外抹上嘅松香，其實就係古代嘅瀝青。佢有防蟲、防水、防腐嘅功能，並且可以將木塊黏緊。至於方舟內籠嘅設計，主要劃分成一個一個嘅房間，除咗俾動物居住，仲可以作為方舟嘅支柱，增加承托力。根據分析，方舟嘅船身比例係6:1，同遠古船隻嘅比例唔一樣，因此有人曾經懷疑方舟嘅真實性。直至1844年，大英號輪船 Great Britain 亦都採用呢種6:1船身嘅比例，令更多科學家相信方舟存在嘅可能性。而到咗現代，6:1至10:1嘅比例更加成為咗現代大型遠航輪船嘅標準。1993年，南韓船舶及海洋工程研究所就方舟進行過研究，發現方舟比例非常完美，能夠喺適航性、穩定性同強度3方面取得平衡，仲可以承受30公尺高嘅巨浪。喺美國從事海洋工程28年嘅高級工程師梁明標，運用對船隻同浮動設施評估嘅專業知識，認為呢個分析非常合理。我睇嗰份係93年至94年嘅一份嘅韓國嘅學者嘅研究報告啊，我睇佢嗰份嘅論文裏邊咧，佢對呢一個嘅挪亞方舟從佢個嘅尺寸嘅考慮裏邊做一個完全嘅評估，係跟足我哋對海洋船隻或者浮動設施嘅評估方法係一致嘅。佢嘅裏面嘅計嘅數我亦去有啲嘅地方我亦去參考過嚇，佢
所以帶出嚟嘅結論咧，係我係認同啊，同意嘅。佢嘅結論就係話，挪亞方舟用現代嘅造船業嘅評估嚟講咧，佢嘅效能咧係達到咗可以承受30公尺嘅浪，佢都係唔會有任何嘅危險喺裏邊。咁所以即係從嗰個角度嚟睇嘅話咧，我好相信挪亞方舟無論從佢嗰個嘅三個幾何嘅設計尺寸嘅比例嚟講咧，係足夠係可以應付當陣時佢可能喺海上面遇見嗰個嘅海浪嘅環境，係應該唔會有問題嘅。冇精密嘅儀器，亦都冇數據可以參考，但挪亞卻係能夠建成一艘咁堅固嘅方舟，完全因為佢遵照擁有最高智慧嘅上帝所吩咐。上帝既然能夠創造萬物，當然亦都可以設計最優良嘅逃生工具，指引人得到拯救。方舟嘅體積相等於今日522架美國標準鐵路運貨貨車，而每架貨車平均有2670平方尺，可以容納240隻綿羊。由此推算，全艘方舟可以承載125,280隻好似綿羊咁大嘅動物。昔日，上帝吩咐挪亞，凡潔淨的畜類，你要帶7公7母。不潔淨的畜類，你要帶1公1母；空中的飛鳥也要帶7公7母，可以留種，活在全地上。當時地面上被分為潔淨畜類嘅數目係非常之少。聖經利未記只係記載咗10種潔淨嘅畜類，佢哋之所以要比其他動物多帶上方舟，因為佢哋將來可以用嚟獻祭。而其他動物嘅數量，根據《遺傳學與物種起源》一書裏面 Ernst Mayr 嘅統計，目前地球上存有嘅物種，哺乳類有3500種，鳥類有8600種，爬蟲類同兩棲類共有5500種，加上一啲已經絕種同埋未曾發現嘅動物，進入方舟嘅動物係少於5萬隻，因此能夠承載超過125000隻綿羊嘅方舟，係足以承載上帝所吩咐嘅所有動物。關於挪亞方舟嘅記載，唔可以唔提嘅係聖經中關於大洪水嘅描述。呢段記載成為後世學者查考古代環境同氣候嘅重要參考。聖經創世記第7章記載，挪亞600歲2月17日那一天，所有大淵的泉源裂開，天上的窗戶亦全部敞開，洪水臨到地上40天。據資料顯示，天上嘅窗戶敞開，代表大氣層中豐富嘅水汽凝結成雨，造成地球岩石同風化物表層嘅巨變，溫室效應因此結束。南北極短短幾日之內，由攝氏20-30度降為零下70度。世界嘅泉源喺1日之內裂開，地殼下酷熱嘅岩漿突然爆發出嚟，灰塵同氣體即時噴入大氣層，大氣騷亂同塵埃核嘅結合，凝結降雨，浩大嘅水勢比眾山高出7米。隨後大水泛濫150日，從人類到牲畜，爬行動物到空中嘅飛鳥，地上嘅所有物種徹底毀滅。挪亞時代嘅人類從來冇諗過自己會經歷咁大嘅災變，世界滅亡原來近在咫尺。如果明天就係世界末日，你有冇把握每一分每一秒去活出有意義嘅人生？你又係咪已經實踐咗喺世界上嘅使命同任務呢？經過後世學者不斷查證，發現無論係過去嘅文獻，亦或今日嘅地質環境證據，
都證明洪水曾經出現。喺大英博物館裏面，現存有12塊遠古時期嘅泥板，其中一塊被稱之為洪水泥板，述說遠古洪水曾經出現。一個名叫烏特納比西丁嘅人拆去房子建造大船，帶同家人同埋各種生物上船避難。而發現泥板嘅史密斯喬治認為呢段內容同聖經記載十分相似。據地質學者分析，今日喺世界上一啲地方嘅岩層集中發現咗成千上萬嘅動植物遺骸化石，推測極有可能係喺當年大洪水巨大嘅水力亂流中被沖埋一堆，然後形成化石。譬如話，我哋發現一啲所謂化石墳場，即係好大規模嘅化石發現啊，或者係魚啊，或者咩恐龍啊，咁堆埋一堆咁樣，就好似經過一個好大嘅水災嘅衝擊咁樣嚇。又或者係話，我哋喺一啲唔應該發現某啲化石嘅地方發現到化石，譬如話有啲人喺喜馬拉雅山頂咁樣發現一啲水族嘅化石。根據一般情況，動植物死亡之後，留喺地面或者水面上嘅屍體會好快腐爛。但當一場大災難，好似大洪水嚟到，屍體喺一瞬間被完全覆蓋，再加上如果有高溫高壓缺氧嘅環境，就會變成化石遺跡。有一啲好大型嘅化石，譬如10幾20尺高嘅化石樹咁樣啊，即係我哋知道化石如果要形成化石，係需要喺好短嘅時間裏邊係被埋咗，然後喺一個合適嘅環境變啦嚇。咁如果即係喺咁大型嘅化石裏邊，如果唔係一啲山崩地裂一個好大型嘅改變裏邊咧，根本就冇機會會形成咁嘅化石。今日喺化石堆中可以見到將要展翅起飛嘅彩蝶、擺尾游動嘅雅羅魚，同埋落喺水中嘅飛鳥。據推測，佢哋都係因為喺極短時間內被封存，所以仲能夠保持臨死前嘅形態。有學者亦曾經分析過，石油大量嘅出現係因為大批動植物同水生物喺深水嘅重壓之下形成。如果唔係有一場劇烈嘅洪水，點解會有大量化石同石油出現呢？創世記提及嘅大洪水，希伯來文抹布係用於普世性嘅大洪水，而局部性洪水就會有其他用字。根據一個學者 Mark Lasar 嘅研究咧，喺全世界254個嘅主要嘅民族，佢涉及咧係84種語言嘅區域，喺裏面咧發覺都係有洪水嘅記載，而且係普世性洪水嘅記載。咁當然主要嘅古代文明全部都有普世洪水嘅記載啦。而構成地球表面嘅岩石，亦同樣有全球大洪水嘅記錄。地上岩石即係幾大類啦，其中譬如水成岩係其中一大類啦嚇，咁即係佔咗我諗4/3嘅岩石都係水成岩。咁好多化石都係喺水成岩裏邊可以揾到嘅咯嚇。地質學家發現，水成岩嘅分佈非常廣泛，絕大多數山頂都被水成岩覆蓋，證明地球確實曾經一度完全被洪水淹沒。地球板塊嘅結構同埋好多天然景觀，好似大峽谷嘅形成，亦都被專家認為係普世性洪水所產生嘅改變。而喺海拔5000多公尺嘅尼泊爾，今日仍然可以見到滿山遍野嘅貝殼遺跡，證明高山亦曾經被海水覆蓋。上帝降下大洪水共150日之後，佢顧念挪亞同喺方舟裏面嘅走獸同牲畜，因此讓水勢漸退。後嚟挪亞於是放出烏鴉，但因為地上嘅水仲未乾，烏鴉一直飛嚟飛去。後嚟佢放出鴿子，但鴿子揾唔到歇腳嘅地方，因此佢又翻方舟。過咗7日，挪亞又放出鴿子。今次鴿子翻到方舟嘅時候，
嘴裏面含住一塊新摘落嚟嘅橄欖樹葉。橄欖樹唔會生長喺高處嘅地方，所以挪亞知道地上嘅水已經退去。直到如今，我哋亦都會用一隻鴿子含住一條橄欖枝葉嘅圖案，象徵和平。大洪水來臨之後嘅370日，挪亞終於可以返到地上生活，以古代文明智慧去重建當時嘅世代。上帝當時以彩虹同挪亞立約：我必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這地，我也必不再照我作過的淹殺各樣的活物。大地尚存之日，播種、收割、寒暑、冬夏、白晝和黑夜必然循環不息。根據經文記載，洪水以後氣候有明顯分別。上帝特別同挪亞提及氣候變化，希望挪亞嘅後代見到落雨唔需要害怕，同埋擔心洪水會再次來臨。而上帝亦都特別以彩虹立約，賜下一個平安嘅記號。從今以後，凡有生命嘅都唔會再被洪水除滅，洪水亦都再唔會毀滅大地。聖經創世記記載，喺上帝眼中，挪亞行為正直，亦係當時唯一信靠上帝嘅人，因此能夠得到拯救。可能挪亞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會面臨世界末日，更加唔會諗到方舟可以點樣拯救到自己同埋家人。但係佢仍然接受上帝嘅吩咐，上帝所講嘅說話，挪亞都會照做。120年之後，挪亞建成方舟，但喺呢段艱苦嘅歲月裏面，其他人會點樣睇佢呢？當佢宣講末世信息嘅時候，啲人會點樣嘲笑佢呢？一個天方夜譚嘅瘋子，亦或係危言聳聽嘅騙徒呢？睇嚟無助嘅挪亞從冇停止過興建方舟，而且能夠遵照上帝嘅吩咐，將方舟好精確咁建造出嚟。佢嘅力量從何而嚟呢？即使洪水來臨之後，佢同家人要逗留喺方舟超過1年，唔能夠接觸外面嘅世界，但係佢仍然可以懷住一份盼望，相信上帝一定會拯救佢。聖經希伯來書11章7節裏面提到，挪亞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經歷過末世同創世嘅挪亞，成為亞當以後人類嘅第2位共同父親，能夠從毀天滅地嘅巨變之下活命，更被上帝差派管理新天新地。一切源於挪亞嗰份從信而嚟嘅義，懂得同上帝同行，行事為人都遵從上帝嘅吩咐。耶穌基督曾經講過：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地球暖化、生態失衡、地震頻密，顯示當今世代嘅問題越嚟越嚴重。而高山冰川喺溫室效應中逐漸溶解，更令冰封數千年嘅遠古挪亞方舟重新顯露人間。昔日上帝預備咗挪亞方舟，實行大洪水中嘅拯救計劃。而今日喺全球驚變之中，挪亞方舟再次出現。根據聖經嘅記載，挪亞事蹟係非常之真實嘅。既然咁真實嘅，應該有好多人相信先係嘅。不過我睇翻挪亞嘅當代裏邊嘅人呢，只有挪一家能夠入到去方舟。其實唔係只有佢一家，其實凡係願意進入嘅
人咧都可以進入嘅。咁但係點解咁得一個咁少人嚟進入一個方舟咧？嗱，可見一件事係大部分人都唔信嘅。所以就算今日有人話俾我聽，方舟如果真係被發現嘅話咧，嗱，我相信都係同一個結果，都係大部分唔信嘅。呢個其實喺聖經裏邊已經係記載咗一件事，就係話當喺末世嘅時候，有人會好譏笑，就講方舟嘅事啊已經係過咗啊，或者方舟嘅事唔係真實㗎啦。昔日拯救挪亞一家同各樣活物嘅，並唔係挪亞方舟，而係上帝喺背後施展佢嘅救贖之手。今日方舟再次出現，提醒我哋要及時揾到呢位拯救世界嘅上帝。你願唔願意好似挪亞一樣，進入永生上帝嘅方舟，安然度過明天嘅任何境況呢？如果你已經接受呢份拯救，又願唔願意將呢個信息傳遞俾更加多嘅人呢？懷着信望愛開始踏步，明了是難路。跟住落嚟係播映西博年漫遊長三角，請繼續欣賞。宣告無負你的揮毫，前面終遇見風急大霧，也會想有你心聲細數。人如挫敗是否可知道，孤單裏淚滿頭。懇請你大能再做，讓我抵受這煎熬。流浪困惑裏只有徒勞，太悲傷也會